富爸爸窮爸爸21世紀最偉大嘅理財書，暢銷全球逾25年，改變數千萬人嘅人生。作者羅伯特清崎，翻譯 MTS 翻譯團隊。第一課：富人不為錢工作，窮人同中產階級為錢工作，富人用錢為佢哋工作。點樣先至能夠變得富有呢？爸，你可唔可以同我講點樣先至能夠變得富有啊？爸爸放低手中嘅晚報問：阿仔，你點解想變得富有啊？因為呢個周末 Jimmy 嘅媽咪會開一架新嘅凱迪拉克，帶佢去海濱別墅度假。Jimmy 仲話會帶3個朋友去，但係我同 Mike 都冇被邀請，而冇被邀請嘅原因係我哋係窮小朋友。爸爸唔相信咁問：佢哋真係咁樣講咩？我帶住一種受到傷害嘅聲調回答：係啊，佢哋係咁樣講。爸爸沉默咁搖下頭，將佢嘅眼鏡向鼻梁上推咗一下，然後又繼續讀報紙。我企咗喺嗰度，期待住答案。1956年嗰年，我9歲。因為命運嘅安排，我入咗一間公立學校。好多有錢人將佢哋嘅小朋友都送到嗰間學校。我哋呢個鎮基本上係個甘蔗種植場，種植場嘅經理同其他有錢人，例如醫生、商人、銀行家，都將佢哋嘅小朋友送入呢間學校。1到6年級都有。6年級之後，佢哋嘅小朋友通常會被送入私立學校。因為我屋企就喺呢一區，所以我亦入咗呢間學校。如果我屋企住喺另一區，或者我會去另一間學校，同嗰啲家庭背景同我差唔多嘅小朋友們喺埋一齊。而喺6年級之後，我會同嗰啲小朋友一齊上公立嘅中學同高中，因為冇為我哋呢類小朋友設立嘅私立中學。爸爸終於放低報紙啦，我敢話佢頭先一定係喺度思考我嘅話。佢慢慢開咗口：阿仔，如果你想變得富有，你就必須學會賺錢。我就問：咁點樣賺錢啊？佢微笑一下咁話：阿仔，用你嘅頭腦咯。呢種微笑意味住，咁就係我同你講嘅全部，或者我唔知道答案啦，唔好難為我啦。建立合夥關係。第2日一早，我就將爸爸嘅話同我嘅最好朋友 Mike 講。Mike 同我可以話係呢間小學裏面僅有嘅2個窮小朋友。佢同我一樣，由於命運嘅捉弄而入咗呢一間學校。其實我哋2個嘅屋企裏面並唔係真係好窮，只係我哋感覺好窮，因為其他嘅男仔都有新嘅棒球手套、新嘅單車，佢哋嘅嘢都係新嘅。媽媽同爸爸亦為我哋提供咗基本嘅生活品，好似食嘅、戴嘅、着嘅、住嘅，乜嘢都唔缺。但係亦單單係咁樣。爸爸經常話，
想要乜嘢自己賺錢去買。我哋想要嘢，但係的確冇乜嘢工作可以提供俾好似我哋咁細嘅9歲小朋友。Mike 問我哋要點樣賺錢啊？我就話我都唔知啊，你想做我嘅合夥人咩？於是就喺嗰個星期六嘅朝早，Mike 成為咗我嘅第一個事業夥伴。我哋花咗整整一個上午嘅時間去諗賺錢嘅辦法，期間經常不由自主咁講起嗰啲冷酷嘅家伙正喺基米嘅海濱別墅裏邊玩，咁實在係有啲傷感，但係卻係好事。佢刺激我哋繼續努力去諗賺錢嘅辦法。最後到咗下午，一個念頭喺我哋嘅腦海中閃過，呢個係 Mike 由以前讀過嘅一本科普書裏面得到嘅主意。我哋興奮咁握手，而家我哋嘅合夥關係終於有咗實質嘅業務內容。喺跟住落嚟嘅幾個星期裏面，Mike 同我跑遍咗附近鄰居屋企，敲門問佢哋係唔係願意將用過嘅牙膏管留低俾我哋。迷惑不解嘅大人們微笑咁答應咗，有啲問我哋要佢嚟做乜嘢。對呢一件事，我哋回答話呢個係商業機密。幾個星期後，我媽媽變得心煩起嚟，因為我哋選擇咗一個靠近佢洗衣機嘅地方放置我哋嘅原材料。喺一個曾經用嚟盛載番茄醬嘅大罐裏面，用過嘅牙膏管正喺度慢慢變多。睇到鄰居們污糟捲曲嘅廢牙膏管都到咗佢呢度，媽媽最後採取行動。佢問：你哋兩個到底想要做乜嘢啊？我唔想再聽到商業機密之類嘅話，快啲處理咗呢啲污糟嘢，否則我就會將佢哋全部掉出去。Mike 同我苦苦哀求，話我哋已經快儲夠啦，只等一對鄰居夫婦用完佢哋嘅牙膏後，我哋就能夠立刻生產啦。經過一番口舌，最後媽媽俾咗我哋一個星期嘅期限。嚟自媽媽嘅壓力令我哋嘅生產日期提前咗。我嘅第一盤生意，由於貨倉收到咗媽媽嘅逐客令而出現危機。Mike 嘅任務變成咗同鄰居講，快啲用完佢哋嘅牙膏，同佢哋講牙醫希望佢哋比平時更勤力咁刷牙。我就開始組裝生產線。爸爸帶住一個朋友揸車嚟睇兩個9歲嘅男仔喺公路旁合力操作一條生產線，空氣中飛揚住細白嘅粉末。喺一張長台上係一啲由學校攞嚟嘅廢牛奶紙盒，同埋屋企嘅烤肉架。呢個時候，烤肉架已經被燒紅嘅炭烤到極熱，發住白光。爸爸小心咁行過嚟，由於生產線擋住咗車位，佢只好將車停喺路邊。當佢同朋友行近嘅時候，佢哋睇到一個鋼壺架喺炭上，裏面嘅廢牙膏管正喺度融化。喺嗰個時候，牙膏管仲唔係用塑膠做嘅，而係用鉛做嘅，所以一旦牙膏管上嘅塗料被燒走咗後，被放喺鋼壺裏面嘅原皮就會燒溶，直到變成液體。當原皮變成液體嘅時候，
我哋就用媽媽嘅隔熱布墊住，將溶液由牛奶盒頂部嘅細窿小心咁倒入牛奶盒中。牛奶盒裏面裝滿咗熱石膏，滿地嘅白色粉末係由於我一時匆忙倒瀉咗盒仔，所以搞到周圍都係白灰，好似啱啱經歷過暴風雪。牛奶盒就係石灰帽嘅外部容器。爸爸同佢嘅朋友望住我哋小心翼翼咁將溶咗嘅鉛倒入灰管頂部嘅窿仔。爸爸話：小心哦，我唔得閒抬頭啦，只係點下頭。最後將溶液全部倒入石灰帽後，我放低鋼壺，向爸爸綻開咗笑臉。佢微笑咁問：你哋喺度做乜嘢啊？我就話：我哋正係按照你講嘅話去做，我哋就快變成有錢人啦。Mike 笑住口，點住頭咁話：係啊，我哋係合夥人。爸爸有啲好奇咁問：呢啲帽裏面係乜嘢啊？我就話：你睇。呢個係已經鑄造好嘅一爐，我用一個錘仔敲開中間連接嘅地方，管就分成兩半啦。我小心咁拎走灰帽嘅上半部，一個圓製嘅5分錢硬幣就跌咗落嚟。爸爸叫咗起嚟：哦，天啊！你哋喺度用鉛製造硬幣啊？Mike 就話：係啊，我哋照你所講喺度自己賺錢啊！爸爸嘅朋友忍唔住轉個身發出一陣大笑，爸爸就微笑咁狂搖頭。喺一堆火同一堆廢牙膏管旁邊，佢面前兩個滿面白灰嘅小朋友正喺度開心咁笑住。爸爸要我哋放低手裏面嘅嘢，同佢坐喺屋外嘅樓梯上，然後帶住微笑咁慢慢向我哋解釋咗偽造一詞嘅含義。我哋嘅夢想破滅啦！Mike 用震抖嘅聲音問：你嘅意思係話咁係違法啊？爸爸嘅朋友就話：唔好怪佢哋，佢哋或者有一日會成為天才呢。我爸爸望咗佢一眼，爸爸溫和咁話：係啊，咁係違法噶，但係你哋唔好灰心，我為你哋頭先表現出嚟嘅創造力同獨立思考精神感到驕傲。失望之餘，Mike 同我喺沉默中坐咗20分鐘，先至開始收拾殘局。我哋嘅生意喺啱啱開始嘅第一日就結束咗。再將地上嘅灰掃起嚟嘅時候，我望住 Mike 沮喪咁話：我諗 Jimmy 同佢嘅朋友係啱嘅，我哋只能夠做窮人啦。爸爸正要離開嘅時候，聽到咗呢句話，佢轉過身嚟話：小朋友，如果你哋放棄咗，先至真係只能夠做窮人啦。一件事情嘅成敗並唔重要，重要嘅係你哋曾經嘗試過。要知道，大多數人只會齋講同夢想會發達。而你哋已經付出咗行動，我再講一次，我為你哋驕傲，你哋唔好灰心，唔好放棄。Mike 同我沉默咁企喺嗰度，呢啲話都幾啱，但係我哋仍然唔知道應該做乜嘢。我問：爸，咁點解你唔富有啊？
因為我選擇咗做中學老師。中學老師要專心教書，唔應該去諗點樣發達。我希望我能夠幫助你哋，但係我真係唔知道點樣先至能夠賺大錢。Mike 同我又返去繼續清理現場。爸爸接住講：如果你哋希望了解點樣致富，唔好問我，去同 Mike 嘅爸爸傾下啦。Mike 皺住眉頭咁話：我阿爸？爸爸微笑咁話：係啊，你阿爸同我都認識一個銀行經理，佢非常崇拜你阿爸，佢有好幾次同我講，你阿爸喺賺錢方面係個天才。Mike 難以置信咁問：我阿爸？咁我哋屋企點解冇好車好屋，好似學校裏面嗰啲有錢人家嘅同學一樣呢？爸爸回答：高級嘅車同豪宅並唔一定意味住你好有錢，或者你識得點樣賺錢。Jimmy 嘅爸爸為甘蔗種植園工作，佢同我並冇乜嘢差別。佢為公司工作，而我就為政府工作。係公司幫佢買咗嗰架車，但係聽講種植園正處於財務困境。Jimmy 嘅爸爸可能過冇耐就乜嘢都冇啦，而你爸爸就唔同，佢似乎正喺度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帝國。我相信幾年之內，佢就會成為一個非常有錢嘅人。聽到呢番話，我同 Mike 又興奮咗起嚟，帶住新嘅希望，我哋迅速咁清理咗首次失敗嘅生意所造成嘅混亂。我哋仲一邊清理，一邊計劃咗一個同 Mike 爸爸講嘢嘅內容。例如應該點樣講，幾時講。問題在於 Mike 嘅爸爸工作嘅時間好長，並且經常好夜先至返屋企。佢爸爸有一個貨倉，經營一間公司、一啲店鋪同3間餐廳，而正係呢啲餐廳令佢經常必須喺出邊留到好夜。清理完畢後，Mike 搭上返屋企嘅巴士，佢會喺佢爸爸夜晚返屋企後同佢傾下，並且問佢願唔願意教我哋點樣賺錢。Mike 答應同佢爸爸傾完之後，無論幾夜都會打個電話俾我。夜晚8點半嘅時候，電話響咗，Mike 嘅爸爸同意同我哋見面，下星期六，太好啦！課程開始了。Mike 同我喺嗰日上午8點同佢爸爸見面，佢仍然好忙，而且喺見面前已經工作咗個幾鐘。佢下低嘅工程監工啱啱開住佢嘅卡車離開，我就入咗佢嗰間狹小而簡樸整潔嘅屋企。Mike 企喺門口迎接我。Mike 一邊開門一邊講：我爸爸正喺度打電話，佢叫我哋喺走廊後面等佢。當我舉步跨過呢座舊房屋嘅門檻時，舊木地板發出吱吱吱吱嘅聲音。門裏面地板上有張廉價嘅箭，呢張箭嘅磨損程度記錄咗經年累月無數次企喺呢個地板上嘅腳步。雖然好乾淨，但係仲係應該換啦。當我進入狹小嘅睡房時，不由自主咁感到有啲害怕。
呢間睡房裏面塞滿咗陳舊發黃嘅厚重家具，佢哋早就應該成為古董家嘅收藏啦。梳化上坐住兩個女人，佢哋嘅歲數比我媽媽大一啲，佢哋嘅後面仲坐住一個着住工作服嘅男人，佢着住卡其布嘅恤衫同外套。衣服燙得好平整，而且腳下着住擦到油亮嘅工作鞋，手上攞住磨到發光嘅工作簿。佢比我爸爸大10幾歲左右，約莫有45歲啦。當我同 Mike 經過佢哋身邊向後院行嘅時候，佢哋對住我哋微笑。我亦有啲尷尬咁對住佢哋笑一笑。我問 Mike 佢哋係乜嘢人？哦，佢哋係幫我爸爸做嘢嘅，嗰個老一啲嘅男人負責管理貨倉，嗰兩個女人係餐廳經理。頭先喺門口你亦都睇到工程監工啦。佢喺離呢度50英里遠嘅一個公路工程工作，仲有一啲監工正喺度負責房屋建設嘅工程。不過佢哋喺你到呢度之前就已經走咗啦。我問：每日都係咁樣啊？Mike 微笑咁講嘅同時，拉咗一張凳坐喺我身邊。冇啊，但係經常係咁樣。我問過佢願唔願意教我哋賺錢。我急切咁問：哦，咁佢點講啊？開始時佢個面上有一種取笑嘅表情，然後佢話佢有個提議。我用凳嘅後腳撐住，將凳靠牆翹起。Mike 亦學我咁樣做。我再問，會係乜嘢提議呢？Mike 就話唔知道啊，但係好快會知道啦。突然，Mike 嘅爸爸推開嗰道搖搖晃晃嘅門，行入走廊。Mike 同我本能咁跳咗起嚟，唔係出於尊敬，而係因為嚇咗一跳。Mike 嘅爸爸隨手拖咗一張凳坐喺我哋旁邊，然後問：準備好未啊，小朋友？我哋點住頭，將凳移到佢面前坐低。佢亦係個大大份嘅男人，大約有180幾公分，90幾公斤重。我爸爸嘅身高要更高一啲，但係同佢差唔多重。我爸爸比 Mike 嘅爸爸大5歲，佢哋睇起嚟好似同一類人。但係氣質好唔同，我諗或者佢哋嘅力氣都好大。羅伯特，Mike 話你哋想學賺錢係唔係啊？我快速咁點點頭，心裏面有啲忐忑。喺佢嘅微笑同說話後面，似乎隱藏住一股好強嘅力量。好啦，呢個就係我嘅提議。由我嚟教你哋賺錢，但係我唔會好似喺課室裏面教學生咁樣教你哋。你哋要為我工作，否則我就唔教。因為透過工作，我可以更快咁教識你哋。如果你哋只諗住坐喺度聽，就好似喺學校裏面咁樣嘅話，咁我就係喺度浪費時間啦。點啊，小朋友？呢個就係我嘅提議，你哋可以接受，亦都可以拒絕。我問，係，我可以先問個問題嗎？唔得，你只能夠同我講係接受定係拒絕，因為我有太多嘅事要做啦。唔能夠浪費時間。
如果你唔能夠下定決心，就永遠亦都學唔識點樣賺錢。要知道機會總係一閃即逝，識得迅速決策，把握機會，亦係好重要嘅技能。你睇，依家你想要嘅機會就喺眼前。呢間賺錢學校可以喺10秒鐘內開學或者閂門，就睇你哋啦。Mike 嘅爸爸微笑咁望住我哋，但係就冇再講落去。我話接受，Mike 亦話接受啊。Mike 嘅爸爸就話好好，馬丁夫人會喺幾分鐘內到達，等我同佢處理完事後，你哋就同佢去我嘅雜貨店，然後就可以喺嗰度開始工作啦。每個鐘頭我俾你哋10美分，逢星期六工作3個鐘頭。我話，但係我今日有一場棒球比賽喎。Mike 嘅爸爸降低聲調，嚴厲咁話，接受定拒絕啦？我立即回答，我接受，我決定去工作同學習，而唔去打棒球啦。30美分之後，一個美好嘅星期六朝早9點，Mike 同我正式開始替馬丁夫人做嘢啦。佢係一個慈祥而有耐心嘅女人。總係話 Mike 同我令佢諗起2個仔，佢哋長大後就離開咗佢。馬丁夫人雖然好慈祥，卻強調人應該努力工作。佢令我哋不停咁做嘢，3個鐘頭裏面，我哋不停咁將罐頭食物由架上面攞落嚟，用羽毛掃掃走每罐罐頭上嘅灰塵，然後再將佢哋上架。咁樣嘅工作真係好悶。Mike 嘅爸爸就係我稱為富爸爸嘅嗰一位，擁有9個咁樣嘅小型超市，每一間都有好大嘅附設停車場。佢哋係71便利店嘅早期版本。當時除咗呢啲小型超市外，附近幾乎冇可以買到牛奶、麵包、奶油同香煙嘅雜貨店，所以生意都唔錯。問題係喺冷氣尚未出現之前嘅夏威夷，因為天氣炎熱，令到商店唔能夠閂埋門，而且店嘅兩邊有好多停車位。所以每當有車經過或者開入停車格嘅時候，灰塵就滿天飛揚，飄入店內。所以我哋知道，只要一日冇冷氣，就唔驚冇工作。之後嘅3個星期，逢星期六，Mike 同我都會準時向馬丁夫人報到，並喺佢嗰度工作3個鐘頭。中午之前，我哋嘅工作就結束啦。佢就喺我哋每人手中放入3個小銅幣，即使係喺50年代中期，對一個9歲嘅男仔嚟講，30美分實在唔吸引。當時買一本漫畫書就要10美分。所以我經常將錢攞去買漫畫，然後返屋企。第4個星期嘅星期3，我準備退出啦。我答應工作係因為我想由 Mike 爸爸嗰度學會賺錢，而依家我卻成為咗每個鐘頭10美分嘅奴隸。更弊嘅係，自從第1個星期六後，我就再冇見過要教我哋賺錢嘅老師，即係 Mike 嘅爸爸啦。
食午餐嘅時候，我同 Mike 咁樣講：我要退出，呢間學校超無聊，而且我依家幾乎一啲都唔期望住星期六嘅來臨，因為對我嚟講，依家嘅星期六換嚟嘅單單係30美分。Mike 得意咁笑咗，我沮喪而氣憤咁問：你笑乜嘢啊？我爸爸早就預料到啦，佢話如果你唔想做嘅話，就叫我帶你去見佢。我再氣憤咁問：咩話？佢就早喺度等住睇我邊一日頂唔順啊？係啊，我爸爸係個唔一樣嘅人，佢同你爸爸嘅教育方法唔一樣。你嘅爸媽講得多，我嘅爸爸就講得少。你要等到呢個星期六，我會同佢講，你已經準備好啦。你係話我被設計咗啊？仲未確定啊，但係有可能我爸爸會喺星期六講解下。星期六的排隊等候，我已經準備好要同 Mike 嘅爸爸講清楚，因為連我嘅親爸爸都好嬲。我嘅親爸爸就係我前面講嘅比較窮嘅嗰位，佢認為我嘅富爸爸違反咗童工法，應該受到調查。我嗰個受過高等教育嘅爸爸要我去爭取應有嘅報酬，每個鐘頭最少要25美分。爸爸話如果我爭取唔到加薪，就應該立即退出。爸爸好嬲咁話：你根本唔需要嗰份該死嘅工作。星期六朝早8點鐘到咗 Mike 屋企，Mike 嘅爸爸開咗門俾我入去，我又穿過 Mike 屋企嗰度搖晃嘅大門。Mike 嘅爸爸喺我入門嘅時候同我講：坐低等一陣。講完就轉身消失喺佢睡房邊嘅小辦公室。我四周望下冇發現 Mike， 我覺得有啲局促，小心咁坐到梳化上。4個星期前見過嘅嗰2個女人笑住咁為我騰出咗一啲位。45分鐘過後，我開始有啲唔耐煩。嗰2個女人已經喺30分鐘前會見完畢離開咗。嗰個老紳士等咗20分鐘後，亦辦完事走咗。1個鐘頭過去啦。嗰日夏威夷嘅陽光燦爛，出面不是傳嚟大人同小朋友嬉戲嘅笑聲，只剩低我仲喺嗰棟殘舊黑暗嘅客廳裏面坐住，等候一個剝削童工嘅小商人召見。我能夠聽見佢喺辦公室裏面沙沙咁行動同打電話，但係就係唔理我。我真係想出去啦，但係唔知道點解我冇走到。又過咗15分鐘，正好9點鐘，富爸爸終於行出咗佢嘅辦公室。佢乜嘢都冇講，用手示意我跟住佢去嗰間辦公室仔。佢邊講邊喺凳上搖嚟搖去。你要求加薪，否則你就唔做啦，係唔係啊？我口窒窒咁講出嚟，眼淚差啲就跌落嚟。你唔講信用？咁樣嘅事對一個9歲嘅小朋友嚟講係覺得幾委屈嘅。你講過如果我為你工作，你就會教我。好啦，我為你做嘢，我工作努力，我甚至放棄棒球比賽嚟為你做嘢。
而你就講個唔算數，你乜嘢都冇教我，就好似鎮上每個人講嘅咁樣，你言而無信，仲貪心。你想要所有嘅錢，但係就絲毫唔關心你嘅員工。除此之外，你一啲都唔尊重我，要我等咁耐。我只係一個小朋友，我應該有特別嘅待遇先至啱嘅。富爸爸喺搖搖椅上向後一靠，手摸住下巴望住我。佢話：冇錯，仲未到1個月，你已經有啲似我嘅其他員工啦。我問：乜嘢話？我仲未聽得明佢嘅話，心裏面更加嬲。我認為你會履行合約教我，但係你卻諗住折磨我，咁實在太殘忍啦，真係太殘忍啦。富爸爸平靜咁話：我正喺度教你啊。我嬲到極點。你教我乜嘢啊？乜嘢都冇。自從我為嗰丁點錢做嘢以嚟，你甚至冇同我講過嘢。10美分1個鐘頭啊！我應該到政府嗰度告你，你知道㗎。我哋有童工法，我爸爸係喺政府度做嘢㗎。富爸爸叫咗出嚟。哇！依家你睇起嚟就好似大多數同我做嘢嘅人，佢哋最後唔係被解雇就係辭職唔做。身為一個小朋友，我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咁就係我想要做嘅。你呃咗我為你做嘢，而你就唔守信用，你乜嘢都冇教我。富爸爸仍然平靜咁問我：你點知道我乜嘢都冇教你啊？我藐住嘴咁話：你從來冇同我講嘢，我替你工作咗3個星期，而你乜都冇教俾我。富爸爸問：教嘢一定要用嘴巴講嘅咩？我就回答：係啊。佢笑住咁講：嗰種係學校教你哋嘅方式，但係生活唔係咁樣教法，你知道嗎？生活先至係最好嘅老師。大多數嘅時候，生活並唔會同你講嘢，佢只會推住你轉，每推一次，佢就好似喺度同你講：喂，醒下啦，有啲嘢我想你學下啊。我心裏面喺度諗，呢個人喺度講乜嘢啊？生活推住我轉，就係生活喺度同我講嘢。而家我知道我必須辭職啦。我正喺度同一個應該被捉入精神病院嘅人講嘢，但係富爸爸仍然喺度講：假如你學識咗生活呢門大學問，做任何事情都會游刃有餘。就算你學唔識，生活亦會照樣推住你轉。所以喺生活中，啲人通常會做2件事：一啲人喺生活推住佢轉嘅同時，捉住生活賜俾佢每個機會；而另一啲人就會任憑生活擺布，唔去同生活對抗。佢哋埋怨生活嘅唔公平，因此就去討厭老闆、討厭工作、討厭家人。佢哋唔知道生活亦賜俾佢哋機會。當時我仲係唔係太明白富爸爸嘅話。生活推住我哋所有嘅人，有啲人放棄咗，有啲人喺度抗爭，
學識咗呢一課嘅少數人會進步，佢哋歡迎生活嚟積極咁推動佢哋。對佢哋嚟講，呢種推動意味住佢哋又可以去學習一啲新嘅嘢，然後再進步。當然，大多數人仲係放棄咗，一部分人好似你一樣仲喺度抗爭。富爸爸企咗起身，推開個線破舊失修嘅窗。如果你學會咗呢一課，你就會成為一個有智慧、快樂又富有嘅人。如果你學唔識，你終其一生只會抱怨工作，抱怨低報酬同難以相處嘅老闆，活喺成日等住天降橫財，一次解決所有財務問題嘅幻想中。富爸爸望住我，睇下我有冇喺度聽。佢嘅眼光同我相遇，我哋互相望住，通過眼神互相交流住。最後，當我接收咗佢全部嘅資訊後，我將眼睛轉開。我知道佢係啱嘅，我喺度怪責佢，但係我亦的確喺度向佢請求指教，我仲喺度抗拒。富爸爸繼續講，如果你係嗰種冇膽識嘅人，你將會放棄生活中嘅每一次挑戰。咁樣嘅話，你嘅一生會過得穩穩陣陣，唔做錯事，因為害怕受到傷害而為咗嗰啲根本唔可能發生嘅事情做準備，然後喺無聊中老死。你會有好多好似你一樣嘅朋友，你哋喺工作上係有努力，但係事實係你對生活屈服咗，唔敢承擔風險。你的確想贏，但係驚失去嘅恐懼遠大於成功嘅興奮。事實上，喺你內心深處，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冇努力爭取。你選擇咗打安全牌，我哋嘅視線又相遇咗。我問，你一直喺度擺佈我啊？富爸爸笑住話，有啲人可能會咁樣解讀，但係我寧願話係喺度令你品嘗生活嘅滋味。雖然怒氣未消，但係我充滿好奇，甚至準備聆聽教誨啦。乜嘢生活嘅滋味啊？你哋兩個係第一個請求我教授點樣賺錢嘅人。我有150幾個員工，冇一個人請教過我呢個問題。佢哋只要求工作並獲得報酬，但係從嚟冇要求我教佢哋關於金錢方面嘅事。佢哋將一生中最好嘅歲月用嚟為金錢工作，卻唔願意去搞清楚工作到底係為咗啲乜嘢。我坐喺嗰度專心咁聽住，所以當Mike同我講你哋想賺錢嘅時候，我決定設計一個同真實生活相似嘅課程。雖然我亦可以講到精疲力盡，但係你哋會左耳入右耳出，所以我決定要生活為你哋示範一下，咁樣你哋就會聽得明我想講嘅嘢啦。咁亦就係點解我每個鐘頭只俾你哋10美分嘅用意。我就問，咁我由時薪10美分當中學到啲乜嘢啊？學到你孤寒小氣剝削你嘅員工啊？
富爸爸向後靠咗一靠，開心咁笑咗起嚟，之後就話：你最好改變一下觀點，停止責備我，認為問題都出喺我身上。如果你認為係我嘅問題，你就要諗辦法改變我。如果你認為問題喺你嗰度，你就要去學習，然後改變自己，令自己變得更聰明。大多數人認為世界上除咗自己，其他人都應該改變。等我同你講啦，改變自己比改變其他人更容易。我唔明白啊！富爸爸開始有啲唔耐煩咁講啦，唔好攞你嘅毛病嚟責備我，但係你每個鐘頭只俾我10美分喎。咁你學到啲乜嘢啊？我唔好意思咁笑住講，我好平咯。你睇，你仲喺度覺得問題喺我呢度喎。的確係咁樣啊嘛。好啦，如果你繼續保持呢種態度，你就乜嘢都學唔到。反過嚟講，如果問題的確係我，你應該點樣做啊？請你提高我嘅薪金，更尊重我，並教我點樣賺錢，否則我就辭職。哦，係咩？大部分人會咁樣做，佢哋辭職，然後去揾另一份工作，期望能夠得到更好嘅機會、更高嘅報酬，認為一份新嘅工作或者更高報酬嘅會解決所有問題，而喺大多數情況下，咁係唔可能嘅。咁我要點樣做啊？接受可憐嘅10美分一個鐘頭，然後對住你微笑啊？富爸爸笑咗出嚟。有啲人的確會咁樣做，但係佢哋只係被動咁等待，等待住能夠有機會令佢哋賺到更多嘅錢去解決問題。於是大部分人接受咗，有啲人做2份工，並且更加努力咁工作，但係仍然只能夠得到好少嘅報酬。我坐喺嗰度，眼睛望住地板，開始聽明富爸爸嘅呢一課。我感到呢啲的確係生活嘅原味。最後我抬頭問，又重複咗前面嘅問題。咁要點樣先至能夠解決問題呢？佢一邊講，一邊輕輕咁拍住我個頭，用呢個你兩個耳仔之間嘅呢一個嘢。直到嗰一刻，富爸爸先至凸顯出佢同佢嘅員工同我窮爸爸嘅分別。呢一點令佢變成咗全夏威夷最富有嘅人之一，而我嗰個受過良好教育嘅窮爸爸就一生都喺財務嘅泥沼中掙扎。富爸爸獨特嘅觀念令佢嘅一生都與眾不同。富爸爸後嚟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咁講到呢一個觀點。呢個就係我稱之為第一課嘅內容。窮人和中產階級為錢而工作，富人用錢為他們工作。喺嗰個星期六嘅朝頭早，我由富爸爸身上學到咗一個截然不同於窮爸爸曾經想傳授俾我嘅觀點。就喺嗰一刻，我意識到2位爸爸都希望我去學習，鼓勵我去研究，但係研究嘅內容就唔相同。
受過高等教育嘅窮爸爸建議我照佢嘅方式去做。阿仔，我希望你努力學習，得到好成績，咁樣你就能夠喺大公司裏面揾到一份穩定有保障嘅工作，而且會收入好好。富爸爸就希望我去研究錢嘅運行規則，好令錢為我所用。喺佢嘅指導下，我會喺生活中，而唔係喺課室裏面學習到呢啲課程。富爸爸繼續着眼喺我嘅第一課，我好高興你為每個鐘頭10美分而嬲。如果你唔嬲，而係輕鬆咁接受咗佢，咁我只能夠同你講，我哋冇辦法繼續落去。真正嘅學習需要精力、激情同熱切嘅渴望。憤怒係其中一個重要嘅成分，因為激情正係憤怒同熱愛嘅結合。講到錢，大多數人都希望穩穩陣陣咁賺取，佢哋並非受到激情驅使，而係受到恐懼驅使。咁就係佢哋接受低薪工作嘅原因啊？係啊，因為我支付嘅薪金比種植園同政府支付俾員工嘅少，有人話我剝削佢哋，但係我認為係佢哋自己剝削自己，咁係佢哋自己嘅恐懼造成嘅，同我無關。你唔覺得應該俾佢哋多一啲咩？冇咁嘅必要，而且即使多一啲嘅錢，亦唔能夠解決問題。例如你爸爸賺嘅錢亦都唔少，但係仍然會欠賬。對大多數人嚟講，俾嘅錢越多，佢哋欠嘅債亦都越多。我笑咗一下。咁就係一個鐘頭10美分嘅原因啊！課程嘅第一部分，富爸爸亦都笑咗。冇錯，你睇，你爸爸入咗大學，而且受到好好嘅教育，所以佢能夠得到一份高薪嘅工作。佢的確亦得到咗，但係佢仲係喺度為錢所困。原因就係佢喺學校裏面從來冇學過關於錢嘅知識，而且最大嘅問題係佢相信工作就係為咗賺錢。你唔係咁樣認為咩？當然唔係。如果你想為錢而工作，咁就留喺學校裏面學啦。嗰度係一個學習呢種事嘅好地方，但係如果你想學習點樣令錢為你賺錢，咁就等我嚟教你。不過首先你要想學，唔通唔係每個人都想學咩？唔係啊，因為學習為錢工作好容易。特別係當你講到錢嘅第一感覺係恐懼嘅時候，學習為錢工作就更容易啦。我唔明白，我皺住眉頭。唔使擔心，你只需要知道就係出於恐懼，啲人大多數驚失去工作，驚俾唔起賬單，驚冇足夠嘅錢，驚由頭改變，因此大多數人都期望得到一份穩定嘅工作。為咗尋求穩定，佢哋會去學習某種專業或者做生意，搏命為錢而工作。結果大多數人成為咗錢嘅奴隸後，就將憤怒對準佢哋嘅老闆。學習令錢為我工作係完全唔一樣嘅學問啊！
係啊，絕對唔同。喺呢個美麗嘅夏威夷朝早，我靜靜咁坐喺度，我嘅朋友們應該已經開始佢哋新一季嘅棒球聯賽啦，但係唔知道點解，我依家開始慶幸決定做呢一個鐘頭10尾先嘅工作啦。我覺得我學到咗朋友們喺學校裏面學唔到嘅一啲嘢。富爸爸問我準備好學習未啊？我笑住口咁話準備好啦。我係有遵守承諾嘅，我已經帶你預見未來。9歲嘅時候，你已經有咗為錢而工作嘅體驗，只需要將上個月嘅工作重複做50年，你就知道大多數人係點樣度過一生㗎喇。我唔明白喎。你呢2次等住見我嘅時候，有住點樣嘅感覺啊？一次係被僱傭，一次係要求加薪，感覺好差咯。如果你選擇為錢而工作，生活就會係呢一種情況。咁每次3個鐘頭工作結束後，馬丁太太俾你3個硬幣嘅時候，你又有乜嘢感覺啊？我覺得唔夠，睇起嚟就好似乜嘢都冇俾咁樣，真係令人失望啊！咁亦正係大多數工人攞到佢哋薪金嘅時候嘅感覺。除此之外，仲要扣除稅收同其他雜費，至少你攞到嘅仲係100%嘅人工。我嚇親咁問，你話工人們亦有可能攞到嘅唔係全部人工啊？當然唔係，政府要先攞走一部分，就係稅收。你有收入嘅時候就要交稅，當你消費嘅時候亦要交稅，你存錢嘅時候要交稅，你死嘅時候仲係要交稅。大家點能夠接受政府咁樣做啊？富爸爸微笑咁話。有錢人唔使，只有窮人同中產階級嘅人先至要。我咁話，我比你爸爸賺嘅仲要多，因為佢需要交嘅稅比我仲要多。富爸爸喺凳上慢慢搖住，望住我，佢問：真係準備好同我學習啦？我慢慢點點頭，我先講明呢度裏面有唔少嘢要學，學習點樣令錢為你工作，將會係一個漫長嘅不斷學習嘅過程，或者會持續一生。大多數人返咗4年大學後，教育亦就到咗盡頭啦。但係我知道我會一世去研究錢呢一樣嘢，因為我研究得越深，知道嘅嘢就越多。大多數人從嚟唔研究呢個題目，佢哋去返工賺取人工，亦唔明白自己點解被錢所困擾，以為多啲錢就能夠解決問題。幾乎冇人意識到缺乏財務知識先至係佢哋真正嘅問題所在。我疑惑咁問：咁我爸爸總係對稅嘅問題感到頭痛，呢個係因為佢冇財務方面嘅知識啊？稅只係幫助你了解點樣令錢為你工作嘅一個極細部分。今日我只係想搞清楚，你係咪有熱情去了解錢呢一樣嘢？大多數人都冇咁樣嘅渴望，
佢哋只諗住入學校學啲專業嘅技能，輕鬆工作並且賺大錢。當佢哋某一日瞓醒，面臨嚴重嘅財務問題嘅時候，佢哋已經唔能夠停止工作。咁就係只知道為錢工作，而唔知道點樣令錢為你工作嘅代價。你有熱情學習嗎？我點下個頭。好啦，依家返去做嘢啦。呢次我乜嘢報酬都唔俾啦。我嚇咗一大跳。乜嘢話？你聽到我所講㗎？1毫子都唔俾。你逢星期六同樣做3個鐘頭，但係呢一次唔會再俾每個鐘頭10美分啦。你唔係話你想學習唔為錢而工作咩？所以我乜嘢都唔俾你。我幾乎唔敢相信我嘅耳仔。我已經同 Mike 講過啦，佢已經開始免費做嘢，抹乾淨罐頭上嘅灰塵，再將佢哋重新擺好。你最好快啲去同佢一齊做嘢啦。咁唔公平喎，你總係要俾啲嘢㗎。你講過你想學習㗎，如果你依家唔學，將來長大咗就會好似坐喺會客廳裏面嘅嗰2個女人同老頭一樣㗎啦，為錢工作，並且希望我唔好解僱佢哋，或者好似你爸爸咁樣賺好多錢，但係卻債台高築，希望靠更多嘅錢嚟解決問題。如果你亦想咁樣，我可以每個鐘頭俾你10美分，你可以好似其他大人咁樣抱怨呢度薪金太低，辭職另外再搵工作。我都係唔明咁樣嘅用意係乜嘢啊？富爸爸拍下我個頭，動下腦筋。如果你好好諗下，你會感謝我俾你一個機會，令你成為有錢人。我企喺嗰度，依然唔相信我達成嘅新協定。我係嚟要求增加人工嘅，依家卻被告知以後要白做。富爸爸又一次拍下我個頭，慢慢諗啦，依家出去開始做嘢啦。第一課，富人不為錢工作。我冇同爸爸講人工嘅事啦，佢唔會理解嘅，而且我亦唔想同佢解釋，我自己亦仲未搞明白呢件事。跟住落嚟嘅3個星期，我同 Mike 每個星期六做3個鐘頭義工。呢份工作唔再令我心煩，過程亦容易啲，只係冇法參加球賽，同埋唔能夠再買漫畫書，令我耿耿於懷。富爸爸喺第3個星期嘅週末中午嚟咗，我哋聽見佢架農夫車駛入停車場同埋熄引擎嘅聲音。佢行入小店，並且同馬丁太太擁抱致意。喺視察完店裏面嘅營運情況後，佢行向雪糕櫃，攞出2個，俾咗錢，然後對我同 Mike 打咗個手勢，話：小朋友們，我哋出去行下啦。閃開來往嘅汽車，我哋穿過街道，又行過一大片草地，上面有好多大人正喺度打棒球。最後我哋坐喺可以望住草地嘅野餐台前面，富爸爸將雪糕遞俾我同 Mike。你哋仲幾好嘛？Mike 就話：
都幾好啊，我亦都點頭同意。咁有冇學到啲乜嘢啊？Mike 同我對望一下，戚下個膊頭，一齊搖搖頭。避開一生中最大嘅陷阱。你哋正喺度學習一生中最重要嘅一課，你哋應該學識思考。如果你學識咗呢一課，你將會一生享受自由同安定。如果冇學好呢一課，你哋一世就會好似馬丁太太同喺呢一塊空地上玩棒球嘅人一樣啦。佢哋為少少錢而勤奮工作，沉溺喺工作能夠賦予佢哋安全感嘅假象，盼望1年3星期嘅假期同工作45年後獲得嘅一小筆養老金。如果你哋亦鍾意咁樣，我就將人工提高到每個鐘頭25美分。但係佢哋都係努力工作嘅好人，你喺度嘲笑佢哋啊？富爸爸面上露出微笑。馬丁太太對我就好似媽媽一樣，我絕對唔會咁殘忍咁對待佢。我頭先講嘅話可能聽起嚟好無情，但係我正喺度盡力向你哋講解一啲事情。我希望拓闊你哋嘅視野，以便令你哋睇清楚一啲嘢。呢啲嘢甚至大多數成年人都從未睇過，因為佢哋嘅眼光狹窄。大多數人從來唔知道佢哋身處困境。Mike 同我仲係唔係太明白佢嘅話，佢聽起嚟好無情，但係我哋能夠感受到佢確實急於想令我哋明白一啲事情。富爸爸笑住又繼續講，1個鐘頭25美分點樣啊？咁樣能唔能夠令你哋心跳加速啊？我搖搖頭話唔會啊。但係事實上1個鐘頭25美分對我嚟講真係一大筆嘅錢。富爸爸帶住狡猾嘅笑容咁話，好啦，我每個鐘頭俾你1蚊美金。我嘅心開始狂跳，腦袋裏面一把聲音喺度嗌，接受，快啲接受啦！我個心喺度嗌，簡直難以置信，所以乜嘢都冇講。好啦，每個鐘頭2蚊美金點樣啊？我嗰個9歲嘅腦袋同心臟幾乎要爆炸啦。畢竟而家係1956年，每個鐘頭2蚊美金將會令我成為世界上最有錢嘅小朋友。我無法想象能夠賺到咁多錢。我想講，好啊，我真係想達成呢筆交易。我似乎睇到一架全新嘅單車，一副全新嘅棒球手套，同埋當我攞出錢嘅時候，同學們羨慕嘅表情。最重要嘅係，Jimmy 同佢嘅朋友再唔能夠叫我窮人啦。但係唔知道點解，我遲遲未能夠開口。雪糕融化緊，流落我手上。富爸爸睇住2個小朋友望住佢，眼睛擘到大大嘅，腦裏面卻係空空如也。事實上，佢正喺度考驗我哋，而且佢亦知道我哋好想接受呢筆交易。佢知道每個人都有可以被擊中嘅弱點，亦知道每個人都有一種強大、堅定、無法用金錢買到嘅精神。
問題在於邊一股力量比較強大。好啦好啦，一個鐘頭$5。我嘅心突然平靜咗落嚟，開始發生一啲變化。呢個出價太高啦，顯得有啲荒謬。喺1956年，連成人亦都冇幾個可以以每個鐘頭賺到$5。突然間誘惑消失咗，平靜咗落嚟。我慢慢咁轉個頭去望住 Mike 亦望住我。我靈魂中軟弱而貧乏嘅一面沉默咗，無法用錢收買嘅一面佔咗上風。我知道 Mike 亦係一樣。富爸爸輕鬆咁話：做得好，大多數人都希望有一份人工收入，因為佢哋有恐懼同貪婪嘅心。先講下恐懼感，冇錢嘅恐懼會刺激我哋努力工作。當我哋得到報酬嘅時候，貪婪或者慾望又開始令我哋去諗所有嘅錢能夠買到啲乜嘢，於是就形成咗一種模式。乜嘢模式啊？起身返工俾錢，再起身再返工再俾錢。佢哋嘅生活就係喺度無窮無盡咁為恐懼同貪婪呢兩種感覺而奔波。俾佢哋更多嘅錢，佢哋就會以更高嘅開支重複呢一種循環。咁就係我所講嘅老鼠賽跑。Mike 問：有冇乜嘢辦法啊？有，但係只有少數人知道。我希望你哋能夠喺工作中同埋同我學習嘅過程中揾到解決嘅辦法。咁就係我唔俾你哋任何報酬嘅原因。Mike 問：有冇乜嘢提示啊？我哋做嘢好攰啊，尤其是係白做嘅時候。係啦，第一步就係講真話。我哋冇講大話。我冇話你哋講大話，我嘅意思係要講出真相。關於乜嘢事情嘅真相啊？關於你嘅真實感受，你唔使同任何人講，只要承認你嘅真實感受。你係話呢個公園裏面嘅人，嗰啲為你工作嘅人，仲有馬丁夫人，佢哋都冇咁樣做啊？富爸爸繼續講。我諗係啦，相反咁，佢哋感受到冇錢嘅恐懼，佢哋並非理性面對，而係未經大腦思考，做出情緒性嘅反應。跟住佢哋係賺咗一啲錢，但係同樣咁，快樂、慾望、貪婪嘅情緒又控制咗佢哋，佢哋又作出咗反應。但係仍然係未經思考。Mike 問：情緒控制咗佢哋嘅腦袋啊？正正係咁樣，佢哋唔承認自己嘅真實感受，只係對感受作出反應，卻唔去思考。佢哋感受到恐懼，於是去工作。希望錢能夠消除恐懼，但係錢唔可能消除恐懼，於是恐懼追逐住佢哋，佢哋只好又去工作，希望錢能夠消除恐懼，但係仲係無法擺脫恐懼。恐懼令佢哋跌入咗工作嘅陷阱，賺錢、工作、賺錢。希望有一日能夠消除恐懼，但係每日佢哋起身嘅時候，就會發現恐懼又跟住佢哋一齊醒咗。
恐懼令成千上萬嘅人徹夜難眠，憂心忡忡，所以佢哋又起身去工作啦，希望薪金能夠令恐懼停止蠶食佢哋嘅靈魂。錢主宰住佢哋嘅生活，佢哋拒絕講出真相，錢控制咗佢哋嘅情緒同靈魂。富爸爸靜靜咁坐喺度，佢嘅聲音漸漸消失。Mike 同我聽住佢講嘢，但係唔能夠完全明白佢喺度講乜嘢。我經常搞唔明白，大人們點解總係急急忙忙咁去工作？呢件事睇起嚟好無聊，而且佢哋睇起嚟亦唔開心。但係好似總係有啲嘢一直逼住佢哋急住去工作。意識到我哋已經盡可能咁吸收咗佢嘅話後，富爸爸就話：我希望你哋兩個能夠避開呢個陷阱，咁就係我想教你哋嘅，而唔只係致富。致富並唔能夠解決問題。我驚奇咁問：唔能夠咩？唔能夠。等我講下另一種情緒，渴望。有啲人稱佢為貪婪，但係我寧願稱之為渴望。渴望得到更好、更靚、更有趣或者更令人心動嘅事物，係相當正常嘅。所有嘅人亦會出於渴望而為錢工作，佢哋渴望用金錢嚟得到佢哋認為可以買到嘅快樂，用錢買嚟嘅快樂往往係短暫嘅，所以佢哋冇耐後就需要更多嘅錢嚟買更多嘅快樂，更多嘅喜悅，更多嘅舒適同更多嘅安全感。於是佢哋工作又工作，以為錢能夠令佢哋被恐懼同慾望折磨嘅靈魂可以平靜落嚟，但係事實上錢係做唔到嘅。Mike 問：有錢人亦係咁樣啊？有錢人亦係咁樣。事實上，好多致富並非出於渴望，而係由於恐懼。佢哋認為錢能夠消除嗰種冇錢貧困嘅恐懼，所以累積咗好多嘅錢，卻發現恐懼感更加強烈啦。依家恐懼嘅係怕失去嗰啲錢。我有一啲朋友已經好有錢啦，但係仲係搏命工作，甚至有啲百萬富翁比窮困嘅時候更加恐懼，極怕失去所有，驅使佢哋致富嘅恐懼感日益加劇，靈魂中軟弱渴求嘅嗰一面發出更高聲嘅吶喊。佢哋唔想失去大屋、汽車同錢帶嚟嘅上等生活，佢哋甚至擔心一旦冇咗錢，朋友們會點樣講？好多人喺情感上相當絕望、焦慮，即使佢哋好有錢。咁嗰啲窮人係咪比較快樂啊？我並唔係咁樣認為，死口唔講錢就好似依賴錢一樣，係一種心理疾病。呢個時候就好似約好咗咁，鎮上嘅露宿者行過嚟我哋嘅台，停喺大垃圾桶旁邊抄起嘢嚟。我哋三個好奇咁望住佢。頭先我哋幾乎冇意識到佢嘅存在。富爸爸由銀包裏面攞出1蚊美金，向嗰位老先生招下手。嗰位露宿者睇到錢，立即行過嚟，佢收咗錢，好開心咁向富爸爸致謝，跟住歡喜若狂咁攞住錢走咗。
佢就同我大多數嘅員工一樣，冇乜嘢分別。我遇過好多人，佢哋話佢哋對錢冇咩興趣，但係一日工作8個鐘頭，咁係拒絕承認真相。如果佢哋對錢冇興趣，又何必工作呢？呢種諗法大概比鍾意儲錢嘅人仲要病態。當我坐喺嗰度聽住富爸爸嘅話嘅時候，腦中閃過無數次我爸爸曾經講過嘅話。我對錢唔感興趣，佢經常講呢句話。我工作係因為我熱愛呢一個職業。我問富爸爸：咁我哋應該點做啊？唔為錢工作，直到所有嘅恐懼同貪婪都消失啦？咁只會浪費時間。人之所以為人，就係因為有情緒。情緒呢個詞代表嘅係運轉嘅能量。忠於你嘅情緒，並且令你嘅腦袋同情緒為你所用，而非同你自己作對。Mike 大叫咗起嚟，唔使擔心，我頭先講嘅呢番話，未來你會漸漸有更多嘅體會。好好察覺你嘅情緒，唔好急於作出回應。大多數人唔知道，其實係佢哋嘅情緒喺度替佢哋思考。你嘅情緒就只係你嘅情緒，你必須學會自己思考。你可唔可以為我哋舉一個例子啊？可以。當一個人話我必須去搵份工作，咁就好可能係由情緒做思考嘅狀況，驚冇錢嘅恐懼產生咗呢個念頭。但係如果啲人需要支付賬單嘅話，佢哋的確需要錢啊。富爸爸笑住講，的確係咁樣。我想講嘅只係恐懼經常替你哋思考啫。Mike 問：我唔明啊。譬如咁講啦，如果錢唔夠嘅恐懼升起咗，與其立刻去搵份工作，佢哋或者應該問自己呢個問題。長遠嚟講，呢份工作係咪消除恐懼嘅最佳解決方式？喺我嚟睇，答案係否定嘅。工作只係呢個長期問題嘅暫時解決辦法啫。我有啲迷惑咁插嘴，但係我爸爸總係話去返學攞到好成績，咁樣你就能夠搵到穩定嘅工作。冇錯，我明白佢嘅意思。大多數人都係咁樣俾建議，而且對於大多數人嚟講，咁亦確實係一條好途徑。但係啲人作出呢一種建議，基本上仍然係出於恐懼。你係話我爸爸咁樣講係因為驚啊？係啊，佢擔心你將來賺唔到錢，無法融入呢個社會。唔好誤解咗我嘅話，佢愛你，而且希望你得到最好嘅。我亦相信教育同工作好重要，但係佢哋處理唔到恐懼。要知道，促使佢每日起身去賺錢嘅恐懼，同造成佢咁熱衷於要你去返學嘅恐懼，其實係同一種。咁你有乜嘢建議啊？我想教你哋駕馭金錢嘅力量，而唔係驚佢。咁係學校裏面學唔到嘅。如果你唔學，你就會變成錢嘅奴隸。
我終於理解到佢想拓展我哋嘅視野，去睇見其他例如馬丁太太之類嘅人冇睇到嘅世界。佢舉嘅例子喺當時聽起嚟好殘酷，但係我畢生難忘。我嘅視野喺嗰日打開咗，開始注意到大多數人所面臨住嘅陷阱。你睇，我哋講到底都係僱員，只不過係喺唔同層級工作啫。我只希望你兩個小朋友有機會避開由恐懼同渴望呢兩種情緒所造成嘅陷阱，令呢兩種情緒為你所用，而非同你作對。咁就係我想教你哋㗎喇。我對教你哋點樣賺到大把錢冇咩興趣，咁係處理唔到恐懼同渴望。如果你哋唔先處理恐懼同慾望，就算你哋致富咗，亦只不過係高薪嘅奴隸啫。咁我哋應該點樣避開陷阱啊？造成貧窮同財務問題嘅主要原因係恐懼同無知，而唔係經濟環境、政治或者有錢人。自身嘅恐懼同無知令啲人身處陷阱，所以你哋應該去返學並且接受大學教育，而我會教你哋點樣唔好跌入陷阱。拼圖終於一片片到位啦！我爸爸受過高等教育，有住好好嘅職業，但係學校從嚟唔同佢講點樣處理金錢同恐懼。我可以由兩個爸爸嗰度學習到唔同嘅，但係同樣都好重要嘅事情。Mike 問：你一直喺度講對缺錢嘅恐懼，咁對錢嘅慾望又係點樣影響我哋嘅思想呢？當我用更高嘅薪金引誘你哋嘅時候，你哋有乜嘢感覺啊？你感覺到慾望喺度膨脹嗎？我哋都點點頭，但係你哋冇對情緒屈服，你哋然後做出回應並且思考，咁係極為重要嘅。我哋總係有住恐懼或者貪婪嘅心，由而家開始，對你哋嚟講，重要嘅係運用呢啲情緒為你哋謀利，唔好俾你哋嘅情緒控制咗思想。大多數人俾佢哋嘅恐懼同貪婪阻撓咗自己，咁係無知嘅開始。因為恐懼同渴望，大多數嘅人終其一生都喺度追逐薪金、加薪同就業保障，唔探究呢種受情緒驅使而產生嘅諗法會帶領佢哋通往邊度。咁樣就好似一幅畫，驢仔喺度搏命拉車，因為車夫喺佢鼻哥前面放咗一個蘿蔔，車夫知道應該將車駛向邊度，而驢仔就只喺度追逐一個幻象。但係第二日驢仔依然會去拉車，因為又有一個蘿蔔放咗喺佢面前。你嘅意思係，當時喺我腦海中嘅嗰啲棒球手套、糖果同玩具嘅畫面，就好似驢仔面前嘅蘿蔔一樣啊？富爸爸笑住咁講：冇錯，當你大個之後，你嘅玩具會變貴，會變成要留俾你朋友深刻印象嘅汽車、遊艇同大屋。恐懼將你推出門外，慾望又召喚你，呢個就係陷阱。咁答案係乜嘢呢？
無知令恐懼同渴望加劇，呢個就係點解好多有錢人越富有就越恐懼。錢就係蘿蔔，係幻象。如果驢仔能夠睇到事情嘅全貌，佢可能會重新諗諗，係咪仲要去追求蘿蔔。富爸爸解釋話，人生實際上係喺無知同幻象之間掙扎奮戰。佢話，一旦一個人停止追求資訊同自覺，就會變得無知。咁係一場你必須時時刻刻做出抉擇嘅奮戰。究竟係要學住打開你嘅心智，定係封閉起嚟？聽住啦，學校係非常重要嘅地方。喺學校，你學習一種技術或者一門專業，成為對社會有益嘅人。每一種文明都需要教師、醫生、工程師、藝術家、廚師、商人、警察、消防隊隊員同軍人。學校培養咗呢啲人才，所以我哋嘅社會可以興旺發達。但係不幸嘅係，對好多人嚟講，學校係終點而唔係起點。跟住落嚟，沉默咗好耐，富爸爸依舊微笑住。我仲未搞明白嗰日佢講嘅全部，但係我已經意識到富爸爸係個好偉大嘅老師。佢嘅話喺我耳邊迴響咗好多年，直到依家，我都仲喺度回味緊其中嘅道理。今日我有啲殘酷，我希望你哋永遠記住呢一次傾偈嘅內容。我希望你哋多啲諗下馬丁太太，多啲諗下嗰隻驢仔，永遠唔好忘記，如果你冇察覺到恐懼同渴望控制咗你嘅思想，佢哋就會帶住你跌入呢一生最大嘅陷阱，終其一生活喺恐懼中，從來唔探索你嘅夢想，咁係好殘酷嘅。搏命為錢工作，以為錢能夠買嚟快樂，咁亦係殘酷嘅。半夜扎醒，擔心好多賬單要支付，係一種可怕嘅生活方式。過住由薪金有幾多嚟決定嘅生活，並唔係真正嘅人生。認為工作能夠帶嚟安全感嘅人，只不過係欺騙自己啫。呢啲都係殘酷嘅。我希望你哋能夠避開呢啲陷阱。我見過啲人嘅生活係點樣被金錢操控左右，唔好俾呢種事情發生喺你哋身上。千祈唔好俾錢主宰你哋嘅生活。呢個時候，一個棒球碌到台底，富爸爸執起嚟掉返過去。咁無知、恐懼同貪婪又有乜嘢關係呢？因為對錢無知，導致諸多嘅貪婪同恐懼。我可以俾你一啲例子。一個醫生為咗想賺多啲錢，令屋企人過得更好，於是就提高咗收費，咁令到每個人嘅醫療支出增加，受害最大嘅係窮人。所以窮人嘅健康狀況比有錢人差。由於醫生提高咗收費，律師亦提高收費。由於律師提高收費，學校老師亦想加人工，咁就令到稅負跟住加重，就係咁樣環環相扣。冇耐之後，有錢人同窮人之間就有咗一條可怕嘅鴻溝。
混亂就會爆發，造成另一個文明大崩潰。歷史證明咗，當窮人同有錢人嘅鴻溝大到極點嘅時候，文明社會就會崩潰。不幸嘅係，美國依家正重蹈覆轍，因為啲人冇引以為鑑。我哋只記得歷史事件發生嘅時間同名稱，卻冇記住教訓。唔通價格唔應該上漲咩？喺一個教育水平高同政府管理良好嘅社會中，價格係唔會上漲嘅。事實上，仲應該係下降先至啱。當然，咁通常只係喺理論上可行。價格上漲係由於無知引起嘅貪婪同恐懼。如果學校教學生認識金錢，社會上就會有更多嘅金錢流通，價格亦會更低廉。但係學校關注嘅只係教學生為錢而工作，而唔係點樣駕馭錢嘅力量。Mike 問：但係我哋唔係有商業學院咩？而且你唔係鼓勵我哋攞企業碩士學位咩？係啊。但係商業學院通常將員工訓練成斤斤計較嘅世故人士，千萬唔好畀呢種計算小錢嘅人掌管事業，佢哋只會睇數字、炒人魷魚，扼殺咗呢門事業。我之所以知道呢啲，係因為我請咗呢類人。佢哋所諗嘅只係降低成本，提高價格。事實上，咁會帶嚟更多嘅問題。精打細算的確好重要，我希望更多人識得呢一點。但係咁同樣亦唔係全貌。咁有冇解決辦法啊？有嘅。學會運用你嘅情緒去思考，而唔係思考時帶住情緒。當你哋控制住情緒，同意免費做嘢嘅時候，我就知道你哋仲有希望。當我用更多金錢誘惑你哋再度克制住情緒，你哋就又一次學會思考，而唔係任由情緒高漲。咁就係第一步。呢一步點解咁重要呢？哦，咁就要由你自己嚟揾答案啦。如果你想學，我將會帶你哋進入荊棘叢裏面。呢度係多數人都會避開嘅地方，但係跟住我，你哋將會學會點樣令錢為你哋工作，並且拋棄為錢工作嘅諗法。我哋跟住你會學到啲乜嘢啊？如果我哋同意跟你學，我哋可以學到啲乜嘢啊？富爸爸引用經典童話書裏面嘅角色咁話，同布雷爾兔得到嘅嘢一樣。嗰度亦都會有荊棘啊？係啊，所謂嘅荊棘就係我哋嘅恐懼同貪婪。面對我哋嘅貪婪、弱點同衰索，選擇我哋自己嘅諗法先至係出路。Mike 唔係好明咁問，選擇我哋嘅諗法？冇錯，選擇我哋嘅諗法，而唔係只對情緒做出反應。唔好因為驚冇錢支付賬單，就用起身工作呢種方法嚟解決問題。你要問下自己，更努力咁工作，真係解決呢個問題嘅最好方法咩？好多人都過於恐懼，以至於無法理性咁好好將事情諗個透徹，只好匆匆出門揾份自己痛恨嘅工作，
因為佢哋受制於焦油娃娃。呢個就係我所指嘅選擇你嘅諗法。焦油娃娃係用嚟引誘捕捉布雷爾兔嘅玩具。呢度所指嘅就係佢哋受制於困境。我點樣先至能夠做到呢一點呢？嗰啲係我將來要教你哋嘅。我會教你能夠選擇你嘅諗法，而唔係只係條件式反射咁行動。例如狼吞虎咽咁灌下早餐同咖啡後，匆匆忙忙出門工作。記住，我先前所講嘅工作只係面對長期問題嘅一種暫時解決辦法。大多數人腦海裏面只有一個問題，並且係短期嘅，嗰樣就係月底嘅賬單，亦即係焦油娃娃。錢控制咗佢哋嘅生活，或者我應該係話對錢嘅無知或者恐懼控制咗佢哋嘅生活，所以佢哋就好似其他嘅父母一樣生活。一早起身返工賺錢，從來唔抽出時間諗下有乜嘢其他嘅辦法。佢哋嘅思想被情緒控制住，而唔係由腦袋控制。你能夠區分情緒思考同腦袋思考嘅區別嗎？哦，當然啦，我成日聽到呢啲話。佢哋話每個人都必須去工作，有錢人係騙子，我要換份工作，我應該得到更高嘅人工，你唔能夠任意擺布我，或者係我鍾意呢份工作係因為佢好安定，但係就冇人去問我係咪缺少咗、遺漏咗啲乜嘢。咁會令你突破情緒性思考，俾你時間諗清楚。我哋行返小店嘅路上，富爸爸解釋話，有錢人的確係喺度做錢，佢哋唔為錢而工作。佢跟住解釋，當我同 Mike 用圓鑄造5分錢硬幣嘅時候，我哋諗住咁係喺度做錢。我哋嘅諗法同有錢人嘅諗法實際上係好接近嘅，問題係我哋嘅做法係唔合法嘅，只有政府同銀行先至能夠合法做呢啲事。佢同我哋講，有合法嘅方式無中生有，創造出錢嚟。富爸爸繼續解釋話，有錢人知道錢係一種幻象，就好似路仔嘅蘿蔔一樣，正係由於恐懼同貪婪，令數十億相信錢係真實嘅人，一齊維繫咗錢嘅幻象。錢唔係真實嘅，的確係做出嚟嘅，只因為大家虛幻嘅信心同埋眾人嘅無知，先至令呢一個空中樓閣屹立不搖。佢講到美國正喺度使用嘅金本位制，每一張美鈔實際上都係一張黃金券，可以自由兌換成黃金。佢擔心嘅係，要傳未來終有一日會撤銷金本位制，咁美元將再亦唔會有實質嘅資產作為擔保。如果呢種事真係發生，小朋友，天下就會大亂啦。窮人、中產階級同無知嘅人嘅生活將會被毀咗，只因為佢哋相信錢係真實嘅，而且相信所屬嘅公司同政府會照顧佢哋。我哋的確唔係太明嗰一日呢一番話嘅含義，但係多年之後，我越嚟越能夠體會到，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
佢上咗停喺店外嘅小農夫車嘅時候話：繼續工作啦，小朋友，你哋越快忘記咗需要薪金呢件事，你哋嘅成年生活就會越好過。繼續用你哋嘅腦袋思考，無償工作，好快咁你哋嘅腦袋就會為你哋指出賺錢之道。用呢啲方法賺到嘅錢會遠比我能夠支付俾你哋嘅薪金高好多。你哋會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嘢，大多數人從來睇唔到嗰啲機會。因為佢哋忙住尋求金錢同穩定，因此得到嘅亦只有嗰啲。一旦提出一個機會，你呢一世就能夠不斷發現其他機會。當你哋學會揾到機會嘅時候，我會教你哋其他嘅事。學會咗呢啲，你就能夠避開生命中最大嘅陷阱啦。Mike 同我收拾好嘢，同馬丁太太道別，我哋行返去公園，又坐返喺嗰張長凳上，花咗好幾個鐘頭思考同討論。第二個星期喺學校裏面，我哋仍然喺度思考同討論呢啲問題。跟住落嚟嘅2個星期，我哋一直咁樣進行住，同時繼續免費工作。第2個星期六工作結束嘅時候，我一如以往向馬丁太太道別。道別嘅時候，眼光停留咗喺架上嘅漫畫書。每個星期六連30美分都賺唔到，最難過嘅就係冇錢買漫畫書啦。而就喺馬丁太太對我同 Mike 講再見嘅時候，突然間我睇見佢做咗一件我以前從未睇過嘅事。馬丁太太將漫畫書嘅封面由中間剪半，佢將封面嘅上半截留低，將剩低嘅書都掉入咗一個大紙箱裏面。我問佢要點樣處理呢啲漫畫書，佢話我要將佢哋掉咗。當書商送新書嚟嘅時候，我會將封面嘅上半部交俾佢哋，作為冇賣出去嘅證明。佢1個鐘頭之後就會到。我同 Mike 等咗1個鐘頭，書商一抵達，我就問佢可唔可以將嗰啲漫畫書送俾我哋。佢話如果你哋係替呢一間店做嘢嘅，並且保證唔會轉售，我就送俾你哋啦。仲記得我哋之前嘅合夥關係嗎？我同 Mike 再度成為咗合夥人。Mike 屋企嘅地下室有間空房，我哋開始喺裏面堆起上百本漫畫書。好快咁，我哋嘅漫畫圖書館就對外開放啦。我哋請咗 Mike 嘅妹妹，佢好鍾意讀書，嚟做圖書管理員。佢向每個嚟睇書嘅小朋友收10美分。開放時間係每日放學後下午2點半到4點半。我哋嘅顧客亦就係社區裏面嘅小朋友。喺2個鐘頭內想睇幾多本就睇幾多本，咁對佢哋嚟講非常划算，因為一本漫畫書就要10美分，而佢哋喺2個鐘頭內可以睇5-6本。當顧客離開嘅時候， Mike 嘅妹妹要負責檢查，確保佢哋唔會將書借走。佢仲要保管書，記錄每日有幾多人嚟，佢哋嘅名，同埋佢哋有冇乜嘢意見。Mike 同我喺3個月內平均每個星期可以賺到9個半美金。我哋每個星期俾佢嘅妹1蚊美金，而且容許佢免費睇漫畫。
但係佢好少去睇漫畫，因為佢總係喺度讀書。Mike 同我遵守承諾，逢星期六仍然去便利店做嘢，並且由各間店收集唔要嘅漫畫書。我哋遵守對書商嘅承諾，冇賣出任何一本漫畫書。當書實在太破舊啦，我哋就將佢燒咗。我哋試圖開設一間新分館，但係我哋實在揾唔到一個好似 Mike 妹妹咁可以信任嘅，而且認真嘅管理員。小小年紀，我哋就已經發現想揾個好職員實在困難。圖書館開張3個月後，館內發生咗一宗打鬥事件。鄰近社區嘅惡霸們想強行進入。Mike 嘅爸爸建議我哋結束營業，所以我哋嘅漫畫書生意結束咗。同時，我哋亦唔再到便利店工作。但係富爸爸好興奮，因為佢又有新嘢要教我哋。佢好高興，因為我哋嘅第一課學得非常好。我哋學習到用錢為我哋工作。由於喺商店工作冇得到報酬，我哋不得不發揮想像力去尋找賺錢嘅機會。我哋自己創業，開咗漫畫圖書館。我哋掌握咗自己嘅財務，而唔係依靠僱主。最好嘅係，就算我哋人唔喺嗰度，我哋嘅事業仍然持續為我哋創造財富。冇錯，我哋嘅錢為我哋工作。富爸爸冇俾我哋人工，卻俾咗我哋更多嘅嘢。今日係2026年2月25日，第一課，富人不為錢工作，朗讀完。